我係嚟自 Positive Chapter 嘅Eva Yu，專業係中藥鎮痛凝膠，喺 BNI 係唯一一個教師公會會長。我目前有70%嘅生意都係直接由 BNI 嘅引薦，數字俾咗最好嘅回報我。加入 BNI 之前，我喺教育界深耕咗超過30年。去年我獲特區政府頒發咗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，肯定咗我過去對教育界嘅付出。而喺3年前，我離開咗我熟悉嘅校園，我選擇咗退而不休，我創立咗自己嘅公司，加入咗令我改變人生嘅 BNI。起初我對商業對接一竅不通，好感謝 Positive 分會前主席 Yoyo Lee。佢嘅邀請開拓咗我嘅視野，令我知道做老闆唔一定要單打獨鬥，反而透過先付出後回報嘅精神。原來 BNI 會友可以成為對方背後嘅智囊團，槓桿大家嘅人脈，大大加速業務嘅發展。我擔任過綠燈輔導統籌，協助會友成為綠燈會員，學識咗點樣開放我教育界嘅人脈去成就他人。我曾經帶領會友拜訪學校嘅校長，面對面咁介紹自己嘅業務，譬如幼兒床單同幼稚園校長嘅合作，最後成功對接，為學校提供服務。我亦都邀請咗會友參加教育界嘅專屬晚宴，幫佢哋從圈外人變成座上客，成功幫助咗一位彩妝師會友喺學校開辦咗化妝班。呢啲付出數字俾咗最好嘅回報我。我目前有70%嘅生意都係直接由 BNI 嘅引薦。除咗本地 BNI 獨一無二嘅全球網絡，亦令我嘅營銷業務走向國際。我深信善用 BNI 系統，生意一定能夠加速拓展。保持正向，為大家播下商機嘅種子，讓我哋從 BNI 開始。